从前有一个长者的儿子和一些商人准备到海上收集珠宝。这位长者的儿子擅长背诵各种驾船的方法，如果遇到了漩涡、暗流的时候，应该如何驾驶与航行等方法。他告诉大家说，到海上行船的方法我都背熟了，大家都深信不疑。等到船到海上没多久的时候，船长突然病死了，所以长者的儿子就代替船长来驾船。后来遇到了漩涡，这位长者的儿子就站在旁边，大声喊应该要如何驾、如何转、如何撑。但是这艘船一直在漩涡中打转，既不能继续前行，最后全部的商人都淹死了。感谢大朋友小朋友们的聆听。